议员林志典表示，就算疫情影响台湾部分的产业，不过伫高科技产业方面，一点嘛无停下脚步。以南科最近10年来的正成长，就业人口增加8万外，加上未来3期的开发，临近5区的人口将超过23万人。对此要求3期的扩建应该要加速开发的作业。你会记当时台积电那个伫咱有奈米、3奈米伫咱南科吼，比较设厂的时阵，迄当时发布的是讲要入科，最近因有发布讲台积电有要去因桥头科学园区设厂，所以咱即个南科上，咱市政府爱全力配合紧加速开发就好，防止到时一寡好的厂商先去用抢去伫高雄，安尼对咱台南的损失就足大啊。原则上，由南科管理局这边主动来发起伊来腾秀，来来协议架构都可以。目前这都是各电梯的程序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开展览。今晚启动会修作可能已经进行2次的专案小组，可能剩下1次大概就可以提大会，后续尽速提到内政部，赶快把这个图计划案把它定案下来。除了关心就业人口的增加，另外伫交通方面，议员嘛建议应该提升南科甲善化火车站的升级，尤其高铁到南科的轨道运输，议员建议应该增加直达班次，减少通勤的时间。另外，伫北地甲停车方面，因为徛伫铁路用地属于法定的空地，无法度做收费停车场。对此，市府交通局嘛回应，会按年人工巡场，以收规费的方式来纳入收费的管理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